當使用者去到會計週期最後一日嘅時候，我哋就需要將貨倉入邊嘅產品進行盤點，可以入到嚟 Stock Order Processing Restore 下邊嘅 Maintenance， 然後選取翻 Stock Taking Function Menu。當入到嚟 Stock Taking Function Menu 裏邊，然後選擇翻 Stock Taking Entry。當使用者入到嚟 Stock Taking Entry 裏邊，首先使用者要決定翻於而家係會做一 New Transaction 定係二 Modify Transaction 呢？我選擇翻一 New Transaction， 之後會係下邊嘅 Stock Taking Pivot。使用者如果喺系統之前已經設定於多個嘅 Pivot 嘅話，可以喺度選擇翻。而下邊嘅就會係 Document Number 啦。而 Document Number 係會以系統順次序右手邊1+1咁樣顯示出嚟，咁而確保 Document Number 係唔會有任何相同嘅。然之後會顯示翻我哋做 Stock Taking 嘅日期，而右手邊就會顯示翻 Warehouse。使用者如果清楚嘅話，係可以喺度直接咁樣打上去。但係如果喺完全唔知道任何 Warehouse 嘅資料情況之下，我就可以喺度輸入翻問號，然後按 Enter， 系統會出現翻一個 table 可以俾使用者選擇翻。而家係會以 Warehouse 順 Description 英文字母排列而成，而使用者只需要按下邊嘅 Change Index 就可以改變。而家係會以 Warehouse 順英文字母咁樣排列，咁使用者就可以喺度選擇翻，咁樣 Warehouse 嘅代號亦都會更改。而下邊嘅會係 Part Number。如果使用者已經知道一個 Part Number 嘅話，係可以喺度直接咁樣打上去。但係如果完全唔知道任何資料之下，我哋都可以輸入翻問號，然後按 Enter， 系統會出現翻一個 table， 而 table 所顯示嘅就會係我哋公司產品嘅資料啦。咁樣就可以俾使用者簡單咁樣搜尋翻。另外，我哋依家見到嘅會以產品 Description 順英文字母排列而成，使用者可以喺下邊按 Change Index 就可以以 Model Number 啦，或者以 Part Number 順序排列都係可以嘅，咁樣就更加方便使用者搜尋啦。而下邊問號呢度，我哋只需要輸入最接近 QS， 亦都可以揾到產品嘅，好似依家輸入001，然後按下邊嘅翻，咁樣系統亦都會幫我揾到最接近我輸入嘅 QS 裏邊嘅產品。當我選擇好產品之後，只需要按 Enter， 系統就會出現翻關於呢件產品嘅資料啦。之後就會係 Stock Take Quantity， 我哋可以喺度輸入翻經我哋 Stock Take 完嘅產品數目。假設依家0016呢件貨嘅產品數目會係12504件，完成之後我哋可以按 OK 掣，而系統就會同我哋嘅 Quantity on Hand 比較，得出嚟就會有個差數喺度啦，仲可以喺度自定埋個成本會係幾多添。咁樣最基本呢件貨嘅 Stock Take 就已經完成啦。而其他嘅產品都會好似我哋之前0016呢件產品咁樣輸入，咁就可以。另外，我哋都設入 Preview 掣，可以 on screen 咁樣
睇翻 Stock Taking Comparison Report 存貨盤點結餘比較，亦都可以直接編到出嚟 from printer 都係可以嘅。好啦，我而家就同大家 preview on screen 睇啦。依家大家見到嘅就會係我哋嘅 Stock Taking Comparison Report 存貨盤點結餘比較。最左手邊嘅就會係我哋使用者嘅公司 icon， 而上邊嘅就會係公司嘅中文名稱、英文名稱、地址、電話、傳真同埋電郵，而下邊呢一度就係我哋嘅 Stock Taking Document 嘅文件內容。下邊會顯示翻我哋 MAN Warehouse 嘅所有嘅產品，佢哋嘅產品嘅 part number 啦，或者介紹、單位，我哋計算出嚟嘅持有數量、現貨數量、相差數量同埋嘅成本、價錢，一一都會顯示翻出嚟。如果有 remark， 就可以喺度輸入翻。而最後電腦會顯示翻經過我哋嘅 Stock Take 盤點之後所計算嘅差額會係幾多啦。咁呢一張就會係我哋嘅 Stock Taking Comparison Report。當使用者完成晒所有 Stock Take statement 之後，我哋就可以將佢集合起嚟，製成一個合併存貨盤點清單輸入 Stock Taking Consolidation Entry。 當使用者入到嚟之後，只需要提取一個新嘅號碼，而系統就會將我哋之前所做過嘅 Stock Taking 一次過插起上嚟，而下邊就會係使用者嘅公司裏邊嘅所有貨倉同埋產品經過盤點後嘅全部內容。最後使用者只需要按下邊嘅 update 掣並且儲存，咁樣系統就會將所有嘅存貨盤點全部總結起上嚟啦。